弟兄姐妹，还有在那边的年轻人，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那我们在敬拜以前，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在此时此刻安静我们的心。当我们今天走到至圣所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遇见你。在今天这个圣灵降临节的日子，就求圣灵可以亲自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求圣灵可以亲自的来改变我们，亲自的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享受，跟圣灵一起运行在这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今天的敬拜里面，求你可以悦纳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敬拜。我们今天的敬拜都是为了来荣耀你。主啊，让我们献上我们最真挚的感谢。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们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欢迎圣灵的来临，一起拍手。圣灵，我们欢迎你同在降临。圣灵，我们欢迎你同在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圣灵，我们欢迎你同在降临。圣灵，我们欢迎你同在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宝座前，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献上荣耀，归于至高神。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献上尊贵，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同在降临。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同在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献上荣耀，归于至高神。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献上尊贵，在你的宝座前。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献上荣耀，归于至高神。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献上尊贵，在你的
将最大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使徒行传第2章38节说，彼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受洗，好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灵的施行。让我们在今天来改变我们，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实来经历圣灵，就在今天的主日敬拜当中。让我们利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主求你改变我，使我能更像你，为我找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改变我，这一生能为你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改变我，让我合乎你心意，改变我，让我生命能像你，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认识你。改变我，让我不再为自己，改变我生命居住在我心，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主求你改变我，使我能更像你，为我找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改变我，
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就在此时此刻，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了自己来祷告。就在此时此刻，我邀请大家，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为了自己今天能够遇见圣灵来祷告，为了自己能够愿意跟随着圣灵来改变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来祷告。我亲爱的耶稣，早上一下一起我们感谢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你。主啊，求你为我们烧一颗新鲜的心，让我们的每天的有真实的灵。圣灵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一生都为你而活，让我们一生都来更像你。主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主啊，乃是你基督让我们活着。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让我们的生命永远属于你，我们的生命永远属于你，让我们的心永远属于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让我们每一天献上自己的感谢。赞美你，来改变我们，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开口来祷告，无论你生命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都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就求圣灵来更新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改变我，让我合乎你心意，改变我，让我生命能像你，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人
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单单就是要来高举你的名，就是单单要来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神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你是配得那一切尊荣赞美的那一位神，你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你是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那一位神，你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荣耀，你更是我们生命当中视为的盾牌，又是那位叫我们抬起头的神。神啊，当我们今天抬起我们的头，扬起我们的声音，向你发出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也用你的笑脸来回应我们，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也用你的恩典再一次的来浇灌到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神啊，我们更知道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愿你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你的圣灵再一次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在每一个渴慕寻求你的心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今天的礼拜当中。神啊，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神啊，相信当你的灵运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再次得着自由，在那个忧伤的再次得着喜乐，在那个失望的再次得着盼望，在那个看见好像是绝望的时候，再次看见有一个出路。因着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看见你带领我们美好的一个新的道路。神啊，愿在今天亲自来感动我们，你的圣灵亲自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被你充满，再一次被你充满，再一次经历到那个你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经历到你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经历到我们生命当中所带下来属天的能力。神他带领我们，在早上的聚会当中，我们要与你相遇；在今早的聚会当中，我们要再次与你建立更深、更亲密连结的关系。愿神也带领我们早上的聚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也将今天早上的礼拜完全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时，我们要一起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1到4节，还有41节后半到4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五旬节那一天，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充满了他们坐着的整个屋子。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散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那一天，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人人都因此敬畏的心。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爱宴，以欢喜纯洁的心去行用爱，颂赞上帝，跟人要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
诗，我们请西道小组还有年轻人，这是我们敬拜。现时我请曾牧师讲道，题目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透过这么美好的诗歌的赞美，带领我们
一起来称颂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在教会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圣灵的工作带下非常多美好的果效，非常多美好的作为，其中一个其实就是合一。我们看见每一次我们教会第一堂、第二堂，不论是圣歌队，或者是第二堂小组，或者是牧区，或是这种跨世代的献诗，其实我们都是看见一个合一的象征，都是看见每一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虽然可能每一个人在练习当中，每一个人要唱的部分不同，但是就在歌曲当中，大家互相配搭，大家互相的来一起练习，形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也带下一个非常赞美颂赞的一个诗歌。所以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有一件事就是合一，就是合一。我们真实的看见，在刚刚说每一次的诗班，甚至在每一次我们一起聚集，都是一个合一的表现，都是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象征。这也是圣灵工作带下来很棒的一件事。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也盼望我们再次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更深的来了解，知道在圣灵的工作当中，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每一个信徒，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份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还有这样上帝美好的恩典。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的聚集，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为别的，就是单单的将眼目转向你，注视在你的身上，注视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也看见你真理的启示。神啊，今天也是圣灵降临节，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也在我们的礼拜当中，让我们透过你圣灵的运行，再一次感受到，再一次经历到上帝你圣灵充满的那个时刻，带下美好的作为，带下你丰盛的恩典。愿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早上要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圣经的经文。那在分享之前，也再次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聚会的预告，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呢，在这里是我们自己主日礼拜第一堂、第二堂的这个圣灵降临节的礼拜，还有我们大家一起守圣餐。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天下午2点半，也会有这个我们台南中会第一小区，就是这个市区的这个教会，会一起来到我们富强教会，会一个联合的聚会。所以特别我们是这个地主哈，我们是地主，那所以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等下礼拜结束呢，你可以到3楼爱心午餐。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到外面跟其他弟兄一起吃午餐也很棒，但是邀请你2点半的时候回来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跟其他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领受信息，一起在这个圣灵节降临节当中，我们不分教会，那我们也不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聚会领受。所以再一次邀请大家，我们在今天下午2点半的时间，我们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聚会。好，那今天我将要一起分享这段的经文呢，讲到的是这个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一开始这个教会怎么形成的，还有这些信徒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圣灵的带领当中，他们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在上个月当中，我们分享说，教会这个群体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但是为什么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是因着这里先有耶稣的爱，因着我们先认识耶稣的爱，所以我们懂得如何回应耶稣的爱，我们也懂得如何在这个地方，我们与别人彼此的分享。但在今天呢，我要继续来分享，在教会当中，除了我们爱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圣灵的工作。特别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也标志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生日，是教会诞生的开始。所以当我们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非常特别的主日当中，也让我们去思考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下来的意义是什么，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圣灵在我们的富强教会所要带下的意义是什么。
愿神真的帮助我们，愿圣灵今天亲自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都有一些新的领受跟一些新的看见。我想上帝的灵，或你要直接说是圣灵，其实在整个圣经的一开始，在创造的一开始，其实神的灵就已经在了。神的灵在创世纪的一开始，事实上就已经在了。你看见神的灵在圣经的一开始，在那个创造的一开始，就引领了整个故事线，一直到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新约，甚至一直到整个后面，整个圣经就一直你都会看到，事实上都有圣灵的工作，都有上帝的灵在掌权，都有上帝的美好的心意在里面。但特别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章到第2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特别在教会的故事当中，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使徒行传》第1章，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1章，耶稣复活之后，在他升天以前，耶稣交代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约翰用水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后接受圣灵的洗礼。”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然后要为耶稣做见证，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到全地去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看到第1章的开始，耶稣从死里复活，原本门徒还在惊叹，他们的老师耶稣怎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但耶稣复活了，而且还交代他们一件事情，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等候。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你继续看《使徒行传》，在第10节的时候，第1章第10节，耶稣升天，这些门徒他们的反应是全部站在那里，然后望着天，看着耶稣上去，然后就站在那里。你发觉这些门徒虽然听见了耶稣这样子跟他们说，但是这些门徒仍然还是有一些疑惑，甚至他们还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耶稣只说你们要等候，然后圣灵几天后会来。但几天是几天呢？多久呢？然后耶稣就升天了。所以门徒经文的描述是门徒就站在那里，然后看着耶稣就上去了。而且这些门徒，他们原本刚说他们是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什么样的转折？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又从死里复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原本要逮捕耶稣的人，其实原本也是要抓这些门徒的，所以这些门徒可能也还是在一个躲躲藏藏，然后在一个有点退缩，甚至还有点不确定、怀疑的过程。然后现在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你们要等候。”耶稣说几天后圣灵会来，但是也没有告诉他们几天后，也没有告诉他们说是什么时候。耶稣只说你们等候。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第1章，你就看这些门徒他们做一件事情是。同心合意祷告，他们就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第1章结束，进到第2章的时候，2章1节，他们原本从一个等候，进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进到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圣灵忽然的降临了。在他们一起聚集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圣灵就突然的降临了。教会也从那一天真正的来诞生出来，初代的教会就这样形成。所以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五旬节那一天，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节那一天，信徒都聚集在那个地方，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说这一天就叫圣灵降临节。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在教会我们会过复活节、受难周、过圣诞节，但其实圣灵降临节在教会的这个传统当中，它也非常的重要。而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天就是教会的生日，教会就因着这样子诞生出来了。这个特别的，在当时第1世纪，一个特别新的群体，一个信仰的群体，就这样诞生出来了。而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或者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信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特别在我们今年教会，我们要再过，现在是5月了，5月底了。我们到8月中，我们就要正式庆祝教会的50周年。真的很盼望我们的教会，当然不是说50周年结束就结束，我们教会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但是更盼望是我们在迎接50周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圣灵的充满当中，在圣灵的带领当中，降服在圣灵的引导当中，
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信徒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去见证到神所带给我们美好的事情。所以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三个这个事情。第一个，圣灵的充满呢，它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或是你说帮助一个教会，它重新被点燃起来。圣灵的充满，它帮助一个人的生命，甚至你说可以帮助一个教会重新被点燃起来。在刚的经文当中，我们说刚经文这么说，他说他们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各国的别种的语言来。他们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赏赐他们的恩赐才能，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语言来。你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被圣灵充满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相信这位神是你的救主的时候，那个圣灵也内住在你的里面，圣灵也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这段经文他没有说他们都被圣灵内住，他说他们被圣灵所充满了。充满的意思是被掌管、被占有、被完全的占据。代表这群门徒呢，他们不是忽然一时就很情绪的激动，然后就哇祷告啊、敬拜啊，然后哇圣灵就下来，然后他们就开始讲别国的语言，然后他们就很激动，然后就一时很情绪的渲染，看到别人旁边那么激动，他们就一起激动。代表不是，代表他们是完全的在神的掌管当中，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刚刚说，当一个你相信的那个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那你会说，那圣灵充满跟圣灵内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用一个方式，可以简单的来分享给你听。我们知道，当圣灵进到你的内心的时候 ，OK， 他进到你的内心，邀请圣灵来到里面。就好像有一天，如果你要邀请你的朋友，邀请你的这个家人 ，OK， 来到你家当客人，然后呢，这个客人来到你家，然后你就说你坐在沙发 ，OK， 然后你就进到房间里就不理他，然后客人就坐在那边。又或者是说，你跟那个客人来，这个客人来，你跟他说，哎，当做自己家，啊，你就跟他说当做自己家，好，当做自己家。但通常，如果你作为一个客人，你作为一个客人，或者你被邀请了，当人家跟你说当做自己家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就真的当自己家，就每一个门都给他打开哦，然后冰箱就自己打开哈，然后厨房自己煮菜哦，应该是不会这样子嘛，对不对 ？OK， 那通常主人这么说的时候，他虽然跟客人说，哎，当做自己家，但通常主人也某种心态还是觉得，哎，不要，你不要每一间都给我看啊！我那个脏的东西，我可能塞在某一个房间里哦，或没有整理塞在某一个房间里哈，你不要给我每一间都看，真的当做自己的家。但是圣灵那时候有点像是这样，就是你邀请一个客人来，但是你邀请来，你跟他说，哎，你坐在沙发就好哦，我回我的房间做自己的事情。又或者你跟他说，哎，来，哎，我们很好，当做自己家。但他真的要当做自己家的时候，你会跟他说，哎，卖我北敲，卖我北狂。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完全，经文说那个充满叫做占据，叫做被掌管。就是你甲你的那个朋友讲，哎，当作家己你家己的厝的时阵，他真的在你的家走来走去，真的在你的家照着他自己的方式，你也不会觉得奇怪。甚至你觉得说，哎，这个朋友真的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圣灵的充满是你的生命、你的内心当中，你欢迎圣灵来。那个充满是你没有任何的隐藏，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神啊，我欢迎你。或许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把一些东西先藏起来，我把它藏在那个房间里面，那个衣服很乱，我就全部收到那个房间里面，那个不要看的东西我就先收起来。但是圣灵充满是你完全的敞开，完全的敞开。在这个经文刚刚说，这些门徒他们可能是带着一些失望的，他们甚至可能是带着一些还在疑惑说，哎呀，我要等多久？但这个时候他们被充满了，代表他们把那个疑惑放下来了，代表他们把他们的原本的失望放下来了，代表他们真的把他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神来掌管了，交给神来完全的占有了，不是一时的激动啊。所以经文说，在那个圣灵充满的当下，他说有大的声响，有大风吹过，有火焰的舌头，有说起别国的话。当然这是圣灵工作，你
会看到一些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显示的方式。但是这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外在的现象，是这群人内心的改变啊。如果我们刚读后面经文，你就会发觉，这些人不大一样了。他们不再只是同心聚在那边等候，不是只有聚集在那里而已，他们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他们开始回应了，他们从好像会被花给啊，忽然被点燃起来了。他们突然好像又再次找到一开始他们为什么要做的，所以。教会的建造，或你说一个人生命，一个人生命要被建造起来，不是说靠我人多热心，我多努力去做这些事情，或是我要靠什么样的外在条件，好像可以满足。真正可以改变的，真正可以更新的，真正可以再次点燃我们生命的是只有圣灵啊。真正可以点燃我们的，真正可以让我们再一次从那个很灰心，从好像很退缩、很害怕、很担心，再一次的往前走的，再一次被热情起来的。是唯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挑战，但是这些生命的问题往往也不是说我们能力不够，或者是我做的不够好，或者是我不够努力，而是时常我们里面忘记要跟上帝有这样好的关系，忘记真的邀请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治理我们的生命。但上帝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重新可以活过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重新活过来，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所以，也或许，我们仍然参加聚会，我们仍然参加服事，我们仍然这样子的生活。但其实，会不会我们里面爱主的心也慢慢冷淡下来，慢慢冷却下来了？回想你可能刚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蛮渴慕的，我蛮追求的，但会不会时间慢慢一久了，或是慢慢遇到一些事情呢，慢慢想要把自己的事情都掌管住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不是慢慢的冷淡下来了？是不是慢慢的好像慢慢退缩一点呢？真正的复兴，真正一个根，不是说聚会很热闹，聚会办得很盛大，或者是有什么很好玩的事情，而是那个冷淡的生命再一次被圣灵唤醒，那个冷淡的生命再一次被激起来。冷淡的生命再一次被燃烧起来，所以圣灵充满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可以从那个很平淡，甚至你说很退缩的生命，但是再一次的热情起来。所以圣灵的经历有时候是很激励人心的，很真实的，如同我们刚所读的经文，看起来很激励人心啊，看起来是哇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样子。但是有时候圣灵的动工也是安静的。他可能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圣灵也是不断的充满你，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动工。所以不要认为说想要圣灵充满就觉得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表现，一定要什么样的一个象征出来，那叫圣灵充满。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圣灵安静的动工的，那个圣灵是安静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我们的，引领我们的，带领我们生命当中的方向。所以圣灵这样解重要意义不是说外面的火，当然是非常重要。我刚刚说这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征，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但是更重要是生命里面再一次热情被点燃，再一次生命当中那个热情被点燃起来，回到起初一开始跟随神、认识神、追求的那份的渴慕，追求的那一份热情。以弗所书第3章16节这么说，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借着神的灵，使我们的力量，心中的力量再一次的刚强起来。第二件事情，我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灵的充满，也使群体彼此的建造。圣灵虽然刚经文说是分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好像说，圣灵很个人化，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经历很个人化，但那个个人化，那个自己的经历，却也带下整个群体的复兴，带下群体的改变，带下群体彼此之间的建造。刚的经文这样说：那一天，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人们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
当圣灵愤怒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开始有一个转变了，开始有一个新的突破了，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回应。你看，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2件事情，第一个是他们专心，第二件事情在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怎样？他产生了一个敬畏，专心，而且他们敬畏。刚说虽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上，但是没有造成分裂，没有造成说，我有这个圣灵能力哦，我有这个圣灵能力哦，我有充满哦，好像看起来比较厉害，但并没有，反而是带下来一个新的一个建造，反而不是支离破碎，反而是更加的稳固。所以刚刚说在那个经文当中说到他们专心，他们敬畏，那个是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结果，带下来非常美丽的一个回应。专心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坚持不断，他们持续的忠心。简单来说，他们委身啊。简单说，他们委身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委身在那个人群当中。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不是只有觉知而已，他们不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说我相信，而是他们真的是把生命放在那个里面，他们真的是委身在那个群体里面，委身在那个初代的教会里面。他们不是只有嘴巴说一说我相信我知道，而是他们真的是把他们的生命放在那个里面，参与在那个教会的建造当中，参与在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里面。所以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有个人的属灵的经历，而是在圣灵里面每一个人事实上是相互影响的，每一个人是相互影响的。这个圣灵虽然给每人不同的恩赐，虽然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作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于同一位圣灵。在圣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同一位圣灵里面，我们一起敬拜，一起聚集，一起委身，一起成长，在这里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在圣灵里面，我们一起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敬拜，在这里一起委身，在这里一起成长，在这里一起经历，在这里一起建造。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样子。这是一个在圣灵的充满当中，在圣灵的引领当中所带下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改变。而经文当中也说，这群人是一个非常敬畏的。而那个敬畏，它原文的意思，特别在旧约，它的意思原本是一个就是惧怕、害怕的意思。但是意思不是说，这个刚刚经文说人人都敬畏，那个敬畏不是说每个人都害怕这个教会，或每一个人看到这一群基督徒，然后就觉得好可怕，说这群人是基督徒，或是这群人是这个初代教会的，而反而是在里面的人，他们让人感动啊。这群信徒反而是让人感动的，让人家看到哇，这里让我敬畏啊。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对上帝敬虔的态度，在那里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在那里他们一起敬拜，在那里他们一起分享，在那里也让人家看见有上帝同在的感动，在那里有上帝同在的感动，在那里让人家看见说哇，这群人一起敬拜的时候，对上帝敬虔的态度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信徒对上帝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敬虔的心，对你身旁的人你也产生连结，对你身旁你也产生。如同刚刚经文说，他们就房屋公用，然后变卖需要的给贫穷的，然后他们每天同心合意，一起吃饭，一起团契，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所以你看到在那个初代教会里面，他们不是高举人的能力啊，他们说我领受圣灵，然后我圣灵充满，然后我好像有得到什么了。反正在那里，他们是每一个人高举上帝的同在。反正在那里，他们是高举上帝的同在，用一个敬畏的心在回应。所以也同样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是否也表现出一个对上帝敬虔的态度？我们是否在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当中，每一次欢迎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带下这样子的感动的氛围在这里？
我们有没有在这里因着神的同在，我们跟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产生好的连结？在这里高举上帝的同在，高举上帝的作为，因着圣灵的能力，因着圣灵的同在，把原本陌生的一群人，把原本不同背景的一群人，全部都带到一个家中，成为一家人，就是进到上帝的家中。这也是在上半年当中，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周间裁判以弗所书也在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把不同的人在神的里面全部带到一个家中，全部带到一个家中，在这里一起经历、一起建造、一起参与。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一个聚会的人啊，我们不是没在参加小组、参加牧区、参加主日礼拜、参加团契或参加各样的活动，就是我只是一个聚会的人。我好像就来这边参加聚会，结束了我就回家，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因着圣灵的同在把我们聚集在这边，我们也因着圣灵的同在，圣灵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领受，让我们一起成为在上帝国度当中的一家人。经文在约翰一书4章13节，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最后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灵的充满也使教会成为见证。你看，一开始是一人领受到圣灵，原本这个好像看起来快有点失望一点，就像甚至好像有点灰心，但是再次被点燃的时候，一个人被点燃起来，你看见带下一个群体的效应，是在那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就一起起来被建造，每一个人就起来一起帮助。而这样子的群体，这样子的教会，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圣灵的充满在教会当中，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成为见证，成为耶稣美好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22章4到47节，他说：“全体信徒继续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颂赞上帝，与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你看见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他们一起团契。同心合意，颂赞上帝，跟人人都保持和睦的关系，跟上帝也保持亲密的关系。你看见他们成为一个见证，他们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见证，而他们也在这个教会当中让人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华丽的建筑，他们也没有很复杂的制度。但他们却深深的震撼当时的社会。我们刚读的经文，你发觉那个来到初代教会的越来越多人，从那个社会，从那个罗马帝国，很多人慢慢的加入到那个里面。所以那个教会它没有什么很华丽的建议，没有很复杂的制度，只是很单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在他们的身上，在这些使徒的身上，在初代教会的身上看见了耶稣。看见了耶稣，他们成为美好的见证。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第一次他公开出来的服事，第一次公开出来的讲道，在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耶稣到会堂当中，他站起来，打开这个圣经的经卷，打开以赛亚书，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而我刚刚说，出来教会当中，他们因着圣灵感动，让人看见耶稣在他们当中，因而吸引了许多人在当中。耶稣的群体，教会，就是走耶稣走的路。行耶稣说过的话，就是见证耶稣。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灵在我身上，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那个圣灵是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当耶稣打开那段经文，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你看见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在那个灵里感动？他们就彼此的供给，分享爱宴，分享给需要的人。他们怎么在灵里感动，报告神悦纳人的心，同心合意，天天的祷告，天天的敬拜，在圣殿当中里聚会。
他们感谢神、颂赞神、赞美神，跟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你看见在初代教会当中的这些人，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教会真正吸引人的，不是只有说有精彩的活动、丰富的活动，或是一些很热闹的活动。更重要是在这里是不是有耶稣的生命？在这里有没有如同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我们有没有回应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于是来遵行耶稣所说的，于是来活出这样子美好的一个回应。以弗所书第4章2到3节说：“你们要谦逊、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是同一位，圣灵是同一位。当我们领受同一位圣灵，当我们领受同一位圣灵，我们就一起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应。在这段经文当中，最后他说：“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天天加给他们，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增加，我们都觉得哇，就是一个数量好多增加，哇，好棒哦，好多人。但更重要，不是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而已，是加给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人，生命更成熟的人，生命更贴近上帝心意的人。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引导，被圣灵所更新，被圣灵的能力、圣灵所彰显的美好的作为，我们不断的去见证，好使我们成为那个见证者，也好使我们的教会成为那个见证者。愿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让我们成为那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去看见上帝美好的作为。在这个系列当中，在这个分享的信息的系列当中，接下来我要用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这个初代的教会，他们在圣灵领受圣灵，在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有许多的回应，他们有许多非常美好，我们值得学习的样式。所以接下来我们在接下来几次的分享当中，我们会分享在这间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特质，也盼望我们透过从圣经当中这个初代教会这样很美好的一个回应，也盼望从我们教会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看，在初代教会怎么样子，圣灵如何带领他们。在现在的我们富强教会，上帝如何带领我们？我们如何来回应？愿上帝帮助我们，也特别在这个圣灵降临节当中，愿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愿神的灵大大的赐福，也愿神的灵大大的来加添我们心中的力量，使我们刚强起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特别我要邀请你，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教会的信徒来祷告，求神的圣灵真的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更新；因着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的教会再一次有一个热情的敬拜，有一个热情的心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完之后，我们要接着一起来攻守圣餐。我们先一起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恳求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运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时候，让我们再透过这个经文，我们看见你圣灵的同在，看见你圣灵的充满，让那个初代的教会、初代的信徒，他们因着你的同在，因着你圣灵的充满，他们有一个新的翻转，他们有一个新的改变，他们从原本退缩、害怕、担心，转变成一个火热、一个渴慕的心志。神啊，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有这样子的心志。我们渴慕你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渴慕你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张光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治理当中，在你的引导当中，看见你的美好事。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样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赏赐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成为我们的引导者。神啊，你更赐下圣灵来点燃我们的内心，
来感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来回应你美好的恩典、美好的作为。神啊，愿你的圣灵真实的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天过着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有你圣灵的引导，有你圣灵的提醒，有你圣灵的安慰，有你圣灵的刚强。愿你带领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接着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要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也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预备领受圣餐。每当我拿起这饼，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我医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得医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他的教会，按教规可以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主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祝谢，所以我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主耶稣，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的是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地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放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培育，在恩典中成长，且荣耀你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就应当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血是与你们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就应当来纪念我。我们请服侍的小会员来拿。当你拿到这个圣餐的时候，你也可以在你的心中再做一个祷告，说：耶稣，感谢你为我所舍的。透过今天我再次领受圣餐，我来思想你为我牺牲美好救赎的恩典，也透过来守圣餐，我与你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连结。若你还没有拿到，你可以举起手，我们的长老们会走到你的旁边。还没有拿到的，可以举起你的手。这时候可以先把我们2合1的圣餐的第一层的薄膜可以撕开，拿起我们的圣餐饼。主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每逢吃的时候，就应当来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接着我们可以撕开第2层的薄膜，我们要来一起领受。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就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啊，我们诚心的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我们领受到你的圣餐，是我们培育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蒙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做活祭时，求你鉴察悦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有这持续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先来背诵这个月的金句。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我们再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下周的司礼是林佩妮执事，其他的服饰请自己看。好，我们来看本会消息。今天是圣灵降临节，还有圣礼典。那今天下午2点半，在我们教会这个地方也要举行圣灵降临节联合祷告会，是台南中会第1小区
在我们教会来办的。那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踊跃来参加，同心敬拜来祷告。第三，小会的公告。小会会议议决，今年增加1次长职轮休改选，让轮休改选每年常态化。我们会在10月18号召开临时会员合会举行选举，要正额选出2名长老、5名执事。我们原本的长职选举，我们每隔3年会空1年没有选举。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早期总会的规定是长职选举是3年1任，那后来总会有改成4年1任。那改成4年1任，我们就必须要配合。那所以说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改成4年任。那4年任，但是因为原来的那个步骤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3年选举完以后就会空一年在那边没有选举。所以因为我们教会又有轮休，所以在就是空的那1年的前1年下来的长职，他们会休息2年，这样其实对教会的长职的培养会比较不理想。那么教会为了要让我们长职的培养更制度化、更多元、更有多的长职可以来接受培育，那我们决定原本7名长老、15名执事，我们在明年开始会变成9名长老、20名执事。那同时我们也把执事改成每1年各补5个。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会变成9个长老跟20名执事。那这样也可以把我刚刚讲的这个空缺的那1年把它补起来了。所以就我们大家为了今年的年底新的长职选举来祷告。这次是完全没有轮休，直接要正额选出2名长老跟5名执事。第4点，我们在8月16号举行50禧年的圣礼典，请要受洗的在7月19号以前来完成报名。第5点，公报社目前有一个活动，手抄活动，就是8福的部分。那它要抄的部分是马太福音第5章3到12节。这个细节等一下牧师补充的时候可以再来报告。第6是有2本书的推荐，耶稣的邀请，还有祈祷促进灵命成长。有想买书的可以在我们办公室的登记。第7有2个喜讯。第一个是本会张玉明弟兄跟庄友佳姐妹夫妇在5月18号蒙主赏识第1胎的千金，取名叫张木希。所以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好像跟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的名字都很像。现在大家都大概都这几个字的音。那我们求神与他们同在。感谢上帝的美好的赏赐。也恭喜张正玉弟兄跟吴泽牧师他们升格成阿公跟阿嬷。那另外一个婚礼的祝福是喜乐小组的郑庭云姐妹跟 Austin Graven 弟兄在美东时间5月23号下午4点在肯塔基州举行婚礼。我们求神祝福新人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爱、信任跟包容，有神美好的同在。第8点有3点报告。第一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举行医治祷告的时间。第2，再来这个礼拜6，5月30号晚上7点，我们要举行礼拜6的礼拜。如果礼拜日没有办法来做礼拜，我们可以选择在礼拜6的晚上。第3，
们第一次成立的龙舟队哈，本会成立了一个龙舟队哈，这是凤坡区邀请的都是年轻人哦，由20名年轻人共同组成的哈。那他们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舟队啊。耶和华沙龙哈，我们都知道是耶和华是平安哈，所以耶和华沙龙舟队。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得名了哈。那时间是6月17号到6月21号。如果有第一场有晋级哈，他后面才会继续哈。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他们这一个耶和华的平安同在的沙龙舟队哈，能够持续一直到最后一个竞赛的日期哈。好，那其他的时间我们就请牧师。好，感谢主哈。我来补充，新欢迎一位新朋友，叫做郑晴玲姐妹来我们当中，欢迎你，来拍手欢迎她，谢谢。是我们欧女珍姐妹介绍过来哈，欢迎你哈，来，感谢主哈。那刚刚我们有特别恭喜哈，我们教会一位青年哈，叫做郑庭云姐妹哈，她到美国去，在肯特基州跟 Austin 弟兄来结婚哈。那我们要特别恭喜啊！今天妈妈在我们教会，妈妈珍妮姐在哪边？来这里给她鼓掌，快恭喜！介绍我囝，恭喜哈！恭喜你太远到了，妈妈应该早上有视讯吧？好肯德基的时间跟我们时差12个小时了，所以应该是我们台湾凌晨4点举行婚礼，真的是太恭喜了哈！感谢主。好，我再做一点补充了。刚刚有谈到圣灵降临节的圣餐哈，那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感动，也可以用圣餐来奉献哈，为圣餐来奉献，因为我们会把这一个奉献的金额放到宣教专款，然后在那边呢，我们会做赈灾啦、扶助啦，包括我们短宣队的施工也会用这个经费来进行哈，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第二个是特别再鼓励一次了哈，我们下午2点半，我们在我们富强教会这个地方4楼举行圣灵降临节的这一个联合礼拜，那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我们的小区。第一小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旧台南市区啦。那今天的下午的聚会由我们的瑞平牧师也是委员哈，还有召集我们的敬拜团来做服事。那其他教会有乐团啦，还有这个管弦乐啦，或是我们有那个圣歌队都一起参与。如果你时间允许外面又很热哈，我们就吃完午餐留下来2点半。当然等一下礼拜结束也请同工帮忙恢复我们讲台这个座位哈，欢迎。那再来呢，我们请看这个第4点哈，就是我们有关8月16号的圣礼典，因为我们原来的教会的50周年庆是8月9号嘛哈，因为那天我们在福闹中心举行，我们就延后1个礼拜来举行圣餐。那难得刚好是50周年嘛，难得一个纪念的日子哈，我们请鼓励慕道友或是有要信仰告白的，还有包括小儿洗礼的，赶快来报名，我们预备来做一个洗礼前的这个课程哈，来做研习请大家踊跃提早报名了大家互相邀请也更好哈。那另外我们请看我们有一个图卡，就是8幅手抄8幅的图卡，请同工。这个8幅的手抄活动哈，是由公报社推出的，今天启动，就是今天5月24号启动，到7月12号截止。那大概就是有1个半月的时间。刚好因为我们教会在进行这一个登山宝训的一个系列的讲道，那我也鼓励说大家会把这段经文，无论是用台语的啦，
或是华语的啦、白话字的啦，包括我们李伟教授在教导英文的，你们都可以抄，就抄一种版本就可以这不只是抄的文字很漂亮，还可以加上创意，比如说绘图啦，一个彩图啦，它有点创意比赛就对了，抄写在这一张是比较明显一点，你看右上方有2张取样的那抄写你只要简单到办公室拿一张白色的 A4 的纸，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写有很多种版本，白话字也可以，罗马拼音也可以，英文也可以有的用花体字更好。我上一次我们在抄那个教会公报的第1页哇，真的看人家作品不得了，很像艺术品而且还可以表背起来那一种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思，有这样的艺术的眼光，你把它抄下来，当然能够把它背起来更好这一个刚好配合我们教会的活动鼓励大家。那这个是刚好公报社也庆祝142周年了，所以也到7月12号就是他们的纪念日之前去购买商品712元，只要超过712就送一张巴克里博士拿的那一件衣服T 恤那一件 T 恤至少300-400块所以真的很合得来书也打折便宜请大家踊跃参加。那请大家去拿那个 A4 的纸如果你要交卷记得记上你的大名有小组的名称更好或是直接把它签名在那个八幅上面也很好，就像你画图，你不会再签名嘛？对，签上你的漂亮的名字都更好大家一起踊跃参与，刚好跟我们教会的系列讲道有关，欢迎。那另外这2本书我也鼓励大家一起购买来阅读。第一个是跟登山宝训有关的书，《耶稣的邀请》，1本200块公报社其实有更便宜，但是我们已经买进来了买进来如果这个书不够，我们再跟公报社再买他们有一个特惠啦，但是我们目前先把这购进来的新版的书来推广。那另外是这一本陈坤生牧师在上个礼拜6我们举办的祷告研讨会当中有这本书他推广里面对于怎么样进行祷告的组织、祷告的事工的配合都很完整，等于是本祷告的一个工具书，欢迎大家踊跃来购买，1本200块3本500。那这一张也蛮有趣的我们在 FB 上看到的，就是我们教会我们的西道小组我们的敬尧兄跟素文姐他们完成了到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就是那个 Camino 这条路线在这个圣雅各大教堂前面他们感恩的做法是把我们富强教会的富强50象神奔驰这一张我们的春联竟然带到西班牙去了恭喜他们完成了这个任务，这过几天的旅游之后就回来期待他们有一天能够分享，无论是用文字或是见证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因为要非常有体力而且脚程要够祝福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好，最后牧师再做一个补充，就是有关我们50周年的事工了50周年的事工呢，就是在参会因为我们在截止前就已经超过700多位了700多位报名，那我发现说我们的桌数都不够桌数不够怎么办？我们赶快小会跟50禧年委员会赶快去接洽长荣酒店，因为他们地下室可以容纳60桌，那就是爆满怎么办？再塞进去那个餐饮的品质就不好，因为太挤了所以赶快给他们登记在3楼的平常婚礼的宴会厅30桌这变成90桌已经超过700多了所以才剩100多个了，就是还有额外100多个所以我们开放我们在教会正常聚会参加聚会，无论是汇集在这边慕道友也可以，还有包括参加小组、参加活动，反正正常在教会运作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优先报名。那130个报名完，那我们真的就没有地方可以扩充了所以请大家礼拜完结束，或是跟小组长赶快把这130名的名额
能够抢先报名下来。如果再扩充就没有办法，所以请大家踊跃把它完成。我们到月底前完成这个报名。如果真的还有空，还有剩，我们会说会有的亲人、你的好朋友、贵宾可以报名那再来就是有关 T 恤T 恤方面，我们第一阶段已经登记完，送到厂商制作了啦。那现在我们这个服装它这个没有时效限制所以第二批如果你还没有登记到，或想要多买一件3个颜色你记得到办公室去试一下你的 size， 因为这个 size 的规格好像跟我们平常穿的稍微也比较大一点你说我原来的 size 你要再多少1号，它衣服是比你原来是很大一点所以请记得要试穿，不要用你原来习惯的 size 去登记，你会发现说，怎么那么大件呢？太大件了那种感觉不过颜色跟材质都很棒欢迎大家。好，那期待呢，我们下午如果你时间允许等于像是参加另外一个聚会一样，吃完午餐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参加我们的第一小区圣灵降临节联合聚会，用这样来补充报告，谢谢。我们起立来唱最后一首诗歌。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大家请坐，我们默祷，闭会。